这点正常这好像要不靠谱。那还哪呢？你大家，哎，这还打，可能就快离开了，你们是多了呢。这些家大人在讲讲办，那当那他成绩走，我爸妈做那类的那在，人家家多混子了嘞。混子了，只是他长地的门几个别的么哈，人家在留那叫那是不方便的。从人家地后关，那怎么不呀？那对那咱小镇的，就找人真人那老过烂乎那说没过没，有车老人们才多啊。那跳那类的，他车那都跳几个。这老车怎么带地了？啊，我开个地下，这老车不乱干嘛咩？还要不乱啥哎？那车长了那到这的，那车的那车呢手长长过来，你们带到路。那是别的，那给你叫个班，叫丢。